2025年6月12日，常年期第10週，星期4，主題：當憤怒停留太久。也許而家你嘅心裏邊係有憤怒，但係冇人睇得出嚟。你一直喺度微笑，用笑嚟到面對，甚至喺網上亦都發佈快樂嘅照片。但係喺心底，佢就喺度燃燒。你吞下咗憤怒，當佢哋講嗰一句說話嘅時候，當佢哋將你排除在外，當佢哋唔道歉，當佢哋讓你失望，當佢哋根本就冇察覺你受傷，你告訴自己冇事，我冇事，但係其實當然係有事。耶穌佢冇講只要不殺人就好，佢講得更加深，不要讓憤怒住在你心裏，不要讓它腐爛你的心，因為佢知道憤怒唔一定係爆炸，有時候佢係會沉沉咁樣等待住，冷冷嘅、尖銳嘅，沉默唔講說話。然後呢，我哋開始講別人嘅壞話，我哋拒絕原諒，我哋會發問羞辱別人，我哋會貼標籤，沒用的、傻子、假裝的、瘋子。耶穌知道言語係會傷害人，佢喺佳音嘅心中睇見過，佢亦都喺我哋心中睇見過。佢講：這很重要。有邊度隱隱作痛？或者嗰一個係你曾經信任嘅朋友，嗰一個係你唔再聯繫嘅兄弟姊妹，嗰一個唔了解你嘅父母，或者係你以為已經放低咗嘅苦毒。耶穌講：喺你嘅敬拜之前，喺你舉手祈禱之前，喺你唱歌讚美之前，先去揾嗰個人，進行嗰一場唔容易嘅對話，講出你應該講嘅說話，唔係為咗贏，而係為咗醫治。會痛係因為你在乎，會痛係因為嗰一度曾經有愛，所以去吧，去講出嚟，發自真心。唔好講我係啱嘅，而係可能講對唔住，我哋傾下好唔好？我好掛住你。喺嗰一個隱隱作痛，喺嗰度係佢想開始嘅地方，唔係從完美嘅禱告開始，亦都唔係從大聲嘅讚美開始，而係從一顆願意原諒嘅柔軟之心開始。因為嗰一位使世界同自己和好嘅上主，而家亦都喺度等緊你，亦都咁樣做緊。